毗鄰機場嘅東涌係近年政府鋭意發展嘅新市鎮，北面係私人屋苑，有商場、有會所，設施一應俱全。南面係公共屋邨，冇設施、冇支援，4萬個家庭，超過1/4都攞綜援。入夜後嘅日東村仿如死城。海倫一家3口為咗慳錢，慣咗每日只係食一餐。我先生就肯定唔夠，你睇佢幾瘦，就咁咯。我哋即係可能都暫時都係慣咗，頂得下咯。有時都餓到胃痛啊，好慘㗎，有時都。有試下，唔好睇就好食啊！經常都煮多個飯，咁第2日就雞蛋炒飯就最好㗎啦。咁咧，如果我哋食剩嘅咧，通常都會留翻第2日咧。一座座40層高嘅石屎大廈，密密麻麻，高聳嘅圍牆，冰冷嘅建築物，係近年典型嘅屋邨設計。每個單位人均面積唔夠100尺，海倫一家被分配到呢個200尺嘅單位，算做有瓦遮頭。海倫同丈夫黃惠亮係新移民，舊年由廣西嚟香港，獲編配入住日東村。冇得俾你揀，你入嚟住係啦，因為你唔住就冇，咁樣你就係可以講係被逼要選擇。新居入伙，全屋家私電器要4處張羅。啲風扇都係隔離鄰舍俾我嘅，咁樣。做咩絕大？啲電器呢度絕大部分都有一半都係㗎啦。二手電腦啲掣甩咗幾個，但都要用住先。海倫嘅媽媽係香港人，海倫本來冇諗過落嚟，但考慮到仔仔大咗，香港嘅教育制度好啲，於是舉家申請嚟香港。同好多新移民一樣，佢哋嚟到香港之後冇工做，又冇積蓄。最終跌入綜援網。樓下嗰個社會福利處，你估佢點同我講啊？我覺得佢講嘢真係好冇人性咯。佢話：如果既然你屋企咁唔掂，你點解唔全家搬翻大陸呢？咁樣同我講，作為政府部門。佢嘅意思話你翻鄉下耕田啦。哦，你翻鄉下仲好啦。佢話點解你要留喺香港呢？呢一日，阿良同太太踩單車出市中心交雜費。呢個梗係為咗慳錢啦，就係為咗慳來回6個幾嘅車費，咁都冇辦法㗎啦。咁啊，你6個幾可以買喺我哋日東入邊可以買半斤菜啊、大半斤啊咁㗎啦嘛。日東村喺2000年入伙，但基本嘅設施遠遠追唔上人口增長。醫院、泳池、社區會堂、圖書館，通通都冇。仔仔俊傑中意游水，最近嘅泳池係青衣，車費貴，負擔唔起，唯有喺籃球場留連。冇得游水咧，咁啊有啲唔開心啊！籃球場都係唔夠，一到節假日咧滿晒啲場啊！即使雖然話有3個啫，但係都係啲人啊多到咧要咁樣跟隊咧，咁我哋啲即係唔好勁啦，籃球咁樣，即係玩幾玩就落場啦。迪士尼樂園就喺隔離，傑仔一次都冇去過，去海洋公園更加諗都唔敢諗。之前咧咁啊有班同學去海洋公園嘅，咁啊撩埋我去嘅，咁咧就一齊去玩嘅，咁但係咧我咁啊冇乜零用錢，唔係好足夠啦，咁啊去唔到啦。配套不足，區內嘅經濟活動亦都無法支撐就業，
昂坪纜車、迪士尼樂園、機場呢啲大型嘅設施，根本吸納唔到區內大批低學歷、低技術嘅工人。平日冇嘢做，阿良會喺東涌河釣魚同捉蟹，幫補家計。最差嘅咪全部啲係啲魚仔蝦毛，得物無所用嘅，即係話唔要放生嘅。如果最好嗰時咧，咁啊一個籠啊真係會成籠魚㗎，有幾十條魚㗎，啊或者啲蟹啊咁樣。今日咧收穫唔多，有3隻蟹咯，只能夠攞嚟自己做餸啦，加菜當自己食咗啦，因為攞去賣錢唔賣得到幾多咯。喺東涌日東咧呢段揾工咧個選擇面咧就太窄，我都要求要有相關工作經驗啊，或者係學歷啊。即係你內地生活嗰陣時係司機嚟嘅。佢有時會去區議員嘅辦事處碰下運氣。你想揾咩工作咧？佢亦都試過去市區嘅招聘會，最終連車費都蝕埋。我來回一次車費都30幾40蚊咯，依家見到我自己都心灰咯。日東都算係一個貧民區嚟㗎咯。可能對政府嚟講冇乜事任你咯，有事先理咯。錯誤嘅城市規劃令日東成為現代都市下嘅貧民區。圍城之下，貧窮、冷漠、無助寫喺面上，睇唔見係唔係代表唔存在呢？錯誤係唔係可以糾正呢？